各位做泰式提琴、吉他也到木质乐器的应用法，是台湾少见的手工做琴师。各种毕业过后，以作为扮演的梦想同雕刻师的打下过程的基础。没想到里面传统产业啥一早早晒出去的，故所以贵做乐器。30年来，作为700几的琴模，还研发用台湾民众族来做琴。以打造琴后呢，路上的一只代表台湾嘅荣耀嘅标志。伊讲日本荣耀嘅天然伊嘅琴，比亚提世界各地。树枝妹伫显线上摊来摊去，出糖到好糖嘅线段。这种花唔但像写琴，还能好做琴。我哋落来考小提琴，后背嗰啲标吼，喺度背板，吼，你系属个新得出来咧，也是会靠背泡，吼，靠顺来靠背泡，佢幅度会靠背顺。但像系背后两啲鼠标呢，吹泡人一般，满鼓吹住谁，完全记唔得。你同意咧，看嚟，那这个不是跳嘛，没讲按实验 DIY 吼，1个小时2个小时的时间，那像请求啊，做到去一跳去18年在做啊。年头前了就大提琴、小提琴，吉他俩都做下系这种花作为。如每个线条展现19艺术气息。为多做一把好琴，这种花嘅工作室度，太细细，各种各样嘅加拉火度住，墙系卡多，除咗加湿机。哦，那个刀系卡小提琴琴头用嘅，哦，伊卡定乜系，但某部分又平嘅，又软嘅，又大又细，哦又多，还有按做按琴嘅面板嘅烤刀。哦，烤都系软的，哦，像从你工具吼，像当特殊吼，一般国内卖唔得多，像我我嘅天做人肉，做琴的面板、后板用的，哦，写烤刀，哦，要写烤刀，啊，工具当多种吼，像专门一定卖唔得多嘅，都是家做。唔但像安妞，初恋线咪系自家做嘅。你要做小提琴的弦，你要注意弦的冲突和碰突，然后去弹性3种都要注意。啊，系咪讲东南做？唔好做，要做，像失败率挺高。因为吼，你还没对起，就很修，你修稍微做一下子摆起来，你给跌2件事，一次摆起全摆起来。这种花搭把琴，蛋糕都就让个飘头。结果俩就系退标退翻。我买国外去吼，遇到台湾的商标，我就请好。我当过去没上蝴蝶，当到其他的贩书啦，买东西哦，通上过哦，当到我觉得发现蝴蝶等奖，因为台湾的蝴蝶王国，我是永久用蝴蝶做我的标志来。贵中毕业过后，做嚟半夜梦想老掉开始个，做变转来还系做2行。唔过实都到传统产业外资嘅烟台。这种花出过系种乐器，连难涂下过两飞，对佢来讲，实唔系问题。我从项目上家是开始学吉他的，学琴，上个家每一家搞了其他的琴，所以整个咧起多冇买难，因为做大提琴、小提琴、吉他，基本冇上到雕刻的技术的地步。做到2下30年嚟，其实基本是迟到冇搭对。你快嚟2-3年。美食到东南亚、香港那啲素材供应做起，4-5年前就天天嘅老初心再转推翻。2下佢还有20人嘅起，啲世界各地准备展览，所以这个天然嘅起啲全球备武，尤其嗰種台灣苗民族做嘅起，可能係多數有種人分享。那個1/2的大提琴吼，估計係台灣嚟做嘅。台灣做嘅一般冇人做，
我用竹子做，为什么用竹子做？哈，因为竹哈去全世界全等环保的材料。竹去量盐水整理是，根本讲像树讲改帮盐当会长。早了去台水吼用树木做，它适应帮盐的树当做一起。所以我咱通树少一松，竹个唔会，用久又长，所以竹个也是吼，很快会变成潮流。今年这种花很做来自己520公分高，全世界最大的体型，是拍世界5台株的树头，做来年浪长做好，很坦的。也有非洲的红榉木，还有欧洲的枫木还有中南美洲的玫瑰木，有印度的紫檀，还有北美各种的北美楠木，台湾的竹的木种族没有，台湾的漂榔木，这两东西吹了乱烟好辛苦，叫台语的冲，唔好心，吹了辛苦，变紧做紧心原因。单场还吹了出4台50万元，作为狗场还那黑动态的挑战。作为时间，因为同台机嘛，也没时间，失败好多次。那个声音做琴做动球像做起自家有经验的琴，做台机的，自家有经验先。石琴受到空踢，做琴30年来做了700-800把琴。台湾石琴人员唔会少，不过石缺少手工做琴人才。这种花对俩取到动手的。就是叫下琴团提落来。那时候台湾的琴的市场动人弹，动人高，吉他啦、小提琴啦、大提琴啦，甚至下练那个曼陀林啦，动人弹。那就台湾的市场把它不用其他挺大上，挺大上。我哋好是讲，我哋是说有跟教人做嘛，跟教人做学生就会跟穿出去，穿出去係咪去产量會見到見睇。这种花嘅話，2-3年過後，快之間做琴學校，老少年穿下去，開拓台灣手工琴嘅市場。為本這個台南政府技術恢復，本下到用每個澳元來自台灣。